台湾庆祝到国庆了后，中国今仔日就随来展开着保卫台湾的军事演习。中国的官方媒体嘛来整理2022年以来保卫台湾3届演习的区域图。中国的海警配合着军演，嘛要使台湾岛一练。军事专家讲，这是中国企图要来封控台湾。中国官方媒体用贴图方式播出为2020年开始3摆为台军演峰会。大选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2020年访问台湾，和咱时任总统蔡英文面会。中国随针对落地台湾周边海峡开始使台湾军演。2024年5月，热情到就职演习结束，进行峰会更加大宽大防控管制。即便伫咧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会，解放军是10万倍高动作，而且军演峰会。北部针对台北港和基隆港，西北边是针对海上交通线，南部是高雄港，东部是剑溪、花莲港。对，从它的叠图来看的话，重点就不在于对台湾各处的这个距离了，而在于方位，也就是对台湾呈现一个封锁的状态。它在演练这种海上的隔离或是封锁了。面对中国军事伫咧甲人吓惊，影片发布了后，中国海警船嘛对咧宣布，爱对台湾四周围海峡执法巡查，而且公布上新的路线图，头一摆是台湾一大练。咱台湾海巡署嘛小刷侦查到中共海警船无正常行动，除了真侪只船啊踏过海峡中线，嘛伫咧咱台湾北部、西南部和东部海峡乱扫。海巡署除了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，卖调到巡防舰协助国防部对应监控。战略上就会搭配海军跟海警，海军扮演主权的角色，那海警就扮演治权的角色。所以它这个海军跟海警两个权加起来，就是对台海的内海化，以及这是主角外军的驰援，以及对台湾的补给。中国创造的行为一步搁一步，咱台湾国军保护国土，绝对袂让中国亲门大户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